好，嗯好，108呀，迄帮好，开始好，好，财团法人，论，等者，好，论财团法人，即个名是，等一了，是法律，好，法律上的名词。好，听的人无大家拢会了解。那照你来解释，解释。好，那照你来解释，财团，财团，你都叫什么怪怪？好，应该是财团，财团是财产的团体。好，财产的团体，法人是法律的人，安尼也是袂明白。就搁用什么意解？意解是什么意思？意解才会清楚。用这个用意解解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讲解就是解水啊，解水啦。嘿，迄个意咧，就是意义啊。意义哦，是所以讲伊是第3条意解。对，我咧摇啦，因为这个词我嘛捌听过，咱来查一下。对啊，好，来查一下好啊。意解，哇，这个词啊，会较找无，意解，我看觅。意嘛吼，应该是意无毋对啦，我咧想。毋过就是伊即个印刷淡薄仔无清楚。嘿，也是找无。嘿啊，我感觉拄则你讲的迄个意思是上接近的。应该是啦。就是嘿啊，意解。意嘛，意甲第三用意义，嘿啊，用意义来解释，安尼。意嘛，可能无几字啦吼。嘿啊。意无几字嘛。嘿啊。意嘿。嘿啊，就是意义的迄个意思的迄个意。对啊，其他即个空气里顶收一堆无用的。嘿啊。即个意义嘛，啊无就是嘿。这嘛有可能吼。用意来解，用意思来解释，好。是啊。嘿。拢一寡。拢一寡死去的字啊。奇怪啊，嘿啊，无咧用的。所以应该是迄个意思，对啦吼。对，我嘛是安尼，我赞成。好，就继续吼。好，用意解才会清楚。当意解着什么？怎样讲？就是通讲互做什么？做讲好，讲好又是什么？讲好就是通讲好，互做讲好。互做讲好。讲，我相信这个好字就是这个好字吼，就是号码迄个好字吼。好。讲好就是讲好。讲好。那查者。就是共同的名称。对，讲好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。第七声嘛。好，了解对。对，共同的名称，总体的名称叫做讲好吼。好，了解。好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财团法人，论财团法人这个名是法律上的名词，听的人无大家拢会了解，拢会了解。那照字来解释，
财团是财产的团体，法人是法律的人，安尼也是未明白，着搁用意解，才会清楚。当意解着怎样讲，就是通讲合做公号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北部的教会着立一个公号啊，歹势，立一个公号来管理所属的财产，了解。所以着设财团法人，当已经设成，伊的名号做财团法人北部台湾基督长老，等者，财团法人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是。我有一个问题吼，所以讲伫迄个基督长老教会迄个要连起来读才顺，所以讲迄个基督要变调成基督长老教会，吼，安尼敢对？基督长老教会，也是爱基督长老教会，点解基变调较顺吼？基督长老教会，嘿，基督长，嘿。我较常听是读做基督长老教会啦。是哦，安尼，所以爱转开基督长老教会。我较常听安尼去念啦吼。哦，基督长老教会好，了解，好。所以讲这就是好，过来一遍，过来一遍，好，因为基督是一个词，啊，长老是另外一个词，两个袂合作伙。无对，爱分开啦。伊是两了解，两分开的。好，所以讲这个应该是财团法人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好，继续，安尼看，不是安尼看这个名称所以讲应该是名称，不是名称。看这个名称，就名称嘛会使。好，这个名称就通知是北部教会管理业产的公号。了解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因为较早伫台湾吼，伫清朝的时阵，因有即个公号，叫做分号。分号。我毋知影有收无吼，困。困。无，安尼可能，即个词日本时代还是这是历史学家咧用的词的款，迄当阵无人安尼讲款。无，真正无，叫做坤号啊，啥物？你看伊敢若人名，但是实际上无迄个人，你知影？实际上无迄个人啊。我知意思为什么会安尼？实际上无迄个人。我即样就是解释互你听吼，就是迄当阵叫做坤号吼。后来较有名的坤号。你会先吼，比如讲丹罗江坤号基啥物人？丹凤春、赖永和、陈天章，三个人叫丹罗江，无即个人，但是有即三个人吼。安尼了解吼，这个就坤号，但无一定是安尼哦。有时你讲看你施重灵，就无重无灵啊，就是但是就是用伊就一个名对吼。
用义了解德，了解。用义德嘛，嘿嘿。无义无德啊，有德啦，哦无义无德哦。嘛，但是伊就叫做用义德，就叫做嗯一个困号。啊，这个困号下对可能有几个人，大家鼓动就对啦，大家斗阵来讲，咱来开垦这个所在，吼，哦这个困号安尼啦。哦。啊，就是这就咱敢若即嘛现代叫做财团法人嘛，咱公家这是一个公家财产，大家来用这个财团法人来运作啊，啊，这个相款。古早时代困号就是用来运作的一个号啦，公号啦。哦迄当应该叫做公号，大家听有啦吼，大概有迄个公号的名，迄个概念，哦。无财团好法人的好好，概念啦。了解。为嘿什么一嘿。开始就要哦解说互你听，这什么叫做财嘿。团法人啊？哦，大家伊讲公号的。恁即个名啊，了解真了解。正就是你若讲公号，你听无，因为历史上是安尼，你用的你毋知。好，嘿嘿。好啦，安尼咱搁转来遮读吼。大家都了不有记。了解啊，好。好，好来，我读原来这段吼，是安尼。我读这段吼。嘿，你这段你要袂卡？嘿嘿嘿嘿。北部的教会就入一个公号来管理所属的财产，所以就设财团法人。当已经设成，伊的名号做财团法人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安尼看即个名称，就通知是北部教会管理业产的公号。好，继续好，后一段。较早无人号遮长的啦，拢3字。系啊系啊。阮新竹遮嘛就做嘛一个两个啊，足有名的，即像新源、金光凤，即拢即新竹的啊，伫咧北部。哦哦，好好好。好，继续好，后一段。是。好，好，早前教会的管理业产是用个人的名，也有用耶稣信教，也是耶稣信教的名做业主。立一个，啊是两三个做管理。这两款的法度拢无妥当，因为遮个人甲伊的子孙若背教，就真废去。应该是第3条，因无清楚，真废去。已经有几若位拄着，咱惯时应该是读轻声吼，拄着。是嘿，拄着。所以伫1912年12月2日，陈清义牧师有秉请秉请就是了解意思啊。秉请中会开临时会来参详设财团法人的事。中会有允准煞予伊设法对官厅入禀。了解意思。入禀即个禀甲秉请拢应该是同一个禀。是同一个禀，有就是爱平常使用无用到即个字，所以爱想。应该是有啦，应该是平常时应该爱用到，但是即嘛人袂晓用啦。等一个平常时你会用丙即个字哦，丙，敢是我想，就是这敢是较古早，嘿啊。你含歌，毋是甲歌厅，你含顶你含顶诗讲是字就爱用丙字。我伫外商公司，你甲
就算是顶死嘛，袂用并这里，我就袂话啊，我甲你讲话，就是我就我顶死就 Kitty 啊，就说啊，我有代志要甲 Kitty 讲，哪会用并这个字啦？啊，当然较早用这个，系啊，古早的动作哟，古早人较礼貌啊，受着啊嘛是讲，系啊，像若是你是公务人员，伫迄个较官僚的所在做工课，有可能就爱用这个并这个字，并这个动作嘛吼，这里嘛吼，系啊，受命令的意思嘛吼，就是受命令的意思并嘛。系啊，有，系啊。所以就是。你伫美国应该嘛应该风气较自由，嘛袂用并这个词啦，就是感觉并这个动作是伫迄个较威权的社会，就是古早时代才会安尼啊。系啊，像拄则有一个解说嘛，是讲爱伫迄个对士大人讲话嘛，吼。系啊，对啊，我就讲甲你的顶司有无？系啊，甲顶司啊，也是士大。系啊，啊，只古早人才有即款威权的讲并安尼啊，知无？你想讲你的查某囝，若是爱甲你讲话，要并阿爹知。并阿爹知，并阿娘知，就是甲阿爹讲安尼讲的意思啦。系啊，对。啊，若是就素相信，系啊，素相信话中，敢若讲啊，甲我后老爸讲话安尼。啊，其实是安尼，就是讲较早含公含即个官厅含官府咧直接吼，拢会用着并这个字，你看即只较有类似，对。系啊，诉愿申请书，当然是因为较早迄种官厅含百姓迄种阶层关系，有啲顶下阶层关系嘛，所以一定阶层关系，就是并公并啊，即嘛较袂啊，当然即嘛要用并字，可能系啊，迄即嘛应该是现代社会，毋是介意迄款的阶层关系的迄个感觉，系啊，阶层，袂歹。啊，我感觉安尼解说是真清楚，有迄个阶层的观念。啊，即嘛是较无迄个观念，你要叫伊讲用并字嘛，感觉怪怪吼。系啊，咱转来遮吼。好，拄则即段结束啊，你敢要来谈？好，早前教会伫管理业产，是用个人的名，也有用耶稣圣教的名做业主。我毋知影即只耶稣圣教的名是啥物意思吼？系啊，敢要来查者？我拄则读到遮，读到遮嘛是淡薄仔消息圣教。对，毋知影圣教是啥物教？就是耶稣教嘛。啊，了解，也是意思是讲伊迄个时阵用的名就是耶稣圣教即四个字。可能啊，毋知。意思就是讲，伊无去设一个财团法人啦，无设一个公号啦，啊，就是用个人的名，啊，无就是另外。的确是诶，迄我拄则去 Google 有找着讲，长老会原本的古早的名就叫做耶稣圣教，即个名，系啊。可能是，譬如讲，敢若号一个即公号嘛，敢若即坤号相款嘛。意思就是讲啊，我号一个公号，我号一个名就好，我免去申请就对啦。伊无去申請即個財團法人。係啊。拄則我有 Google 找到，伊個有一個親像迄個 STEM 敢是印，我有搭迄個 link 連接搭佇邊啊。看，係啊，伊迄個 STEM 就有感覺，對無？好看起來嘛是，嘿。真好看，係啊，佮有迄個，免怎講，迄個灰哦，咁是灰 badge，即個即嘛個是啊，即嘛即個是基督教會因嘅教會，因嘅教會，那個因我嘛毋是教會，就是因嘅 logo，對，因嘅 logo，因嘅 logo，係基督教，係啊，焚而不毀啦，焚而不毀啦，哦，安尼，
有啊，啊，即嘛搁用啊。这是圣经内底一个故事啦，讲有一道，就是迄个故事是安尼，就是摩西，有一道摩西伫咧旷野中，啊，上帝要甲调伊要讲话，要甲交代什么代志就对啦，啊，叫伊讲啊，你来安尼，啊，叫伊脚鞋，叫伊鞋啊脱起来，啊，进前安尼，啊，伊就看到即张，毋是一张，就是一蒙的即个器，叫等下，我袂记这边怎讲。一蒙的即个荆棘啦，吼，叫做刺啥物，我袂记吼。倒起来安尼啦，倒起来安尼，啊，就就是安尼故事。倒起来，但是无烧去了，对了。嘿。哇，呵，厉害。这是说长老教会因的。咱转来到遮，然后讲用耶稣信教的名。你歹势你讲。你要讲啥？感觉啥？是耶稣信教即顶，我是耶稣信教即个名就有历史，即个历史就出名的。嘿 ，OK，就是啥物重要的代志。好。你想啦，就是讲伊迄当中就是敢若用迄个，我拄则讲嘅坤和意思啊，我号一个名就好，但是伊无去申请财团法人嘛，啊，所以迄个产业是伫某一个人的名下底，啊是即个奇怪的名下底安尼。嘿，是，好，啊，这段你也袂读煞，你感觉来？我继续，我继续。嘿啊，对啊，嘿。做业主，立一个，还是两三个做管理。这两款的法度拢无妥当，因为遮个人甲伊的子孙若背教，就真废去。已经有几若位拄着，所以伫1912年12月2日，陈清义牧师有聘请中会开临时会来参详设财团法人的事，中会有文准刷托伊设法对官厅入禀。入禀就是拄则即入禀吼。入禀，嘿，对。查较对，入禀吼，就是入禀就是申请啦。申请，嘿。就是申请的现代化叫做申请啦，嘿。申请，嘿。或者毋是干那申请啦，诉愿就是你向官厅记录拢叫做入禀啦。你去向官厅记录的所有的动作拢叫做入禀啦，嘿。那个入禀，好，来继续。个继续吼，后一段总是迄碟台湾要未施行啥物民法，也是法，那是民法啦，我感觉是。对啊，应该爱有 H 哦，系啊，民法。好，好，总是迄碟台湾要未施行民法。这个行敢若变掉施行民法，袂得通啥物许可？许可是啥物意思？许可就是许可。许可就是许可。哇，好，原来是安尼讲。袂得通许可。无共乡会讲，有会讲许可啦吼。许可敢若听过，我有听过许可。原来是安尼。好。就即马就人较袂晓讲全球腔啊，拢讲。所以讲感觉听起来真车疏吼，车昏车疏。哎呦，歹势哦！对了，许可，系啊，许可，这是阮的，阮的
腔啦，呼克啦哦，啊，呼克啦，嘿，呼克，呼克，喜克是漳州腔啦，这我是确定。哦，好，等一个，我记一个，呼克，喜克，呼克，呼克，好，继续，呼，袂得通呼克。我有一个疑问吼，就是你这两段这段开头这两段吼，好第一段伊讲要白实行，所以讲伊是用白这个音，要白实行。啊，毋过后一段第二段就袂得通，毋是讲白得通，所以讲这两个是因为腔口的关系，也是这两个是无共的字，白甲袂，也是伊是将转蓝体，应该是共一个字，啊，伊用无共。哈，共一个意思啦。哈，是共一个。像我来讲了解了解。要卖，我人讲卖，我袂讲卖。系啊，要卖。对我来讲卖是要卖。咱外国人袂相款，所以对我来讲我讲卖啦。就毋是自然卖，了解。所以讲是，那是爱 consistent， 就是爱讲要卖实行明法，袂得通复刻。了解。因为这个基督教会吼，因圣经拢读迄个巴克利版是下门腔嘛，啊下门腔是江泉人。哦，下门原来是安尼哦，下门腔是江泉人。好，好，好，继续。下门腔的江泉人比台湾的江泉人的历史搁较长啦。我意思就是，搁较早江泉人就对啦。哦，好，了解了解。看地理位置就知啊。好。所以是因为伊的位置的关系。你看到泉州伫遮，漳州伫遮，厦门伫遮，有看到？你有看到地图无？哇，等于啊。嘿。啊，为什么漳泉人就是强嘛？嘿。啊，所以安尼讲有听 ，hello。有啦，有听着，有听着。哦。有听着，你有听我讲，我解释嘛。为什么厦门腔的漳泉人会历史遮久，比台湾更较久，就是有早前嘿，就是因为地理关系。嘿。啊，伫台湾是台湾本来北部腔甲下港腔都感觉足清楚的吼。了解了解。这几冬甲毋是这几冬啦，最近这30年才开始愈来愈严。南做伙。较早是足明显的，较早因为交通无遐利便的时阵，北部甲南部其实遐腔分甲足清楚的，啊，即嘛是无多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啊，因为即个教会的人因读这巴克圣经吼，受到影响，伊就漳泉人比即当阵的一般人的漳泉人搁较严重。你若看迄个，之前看迄个十安关键啊，迄时来漳泉人敢有够离谱的，啊，伊个即个啥物蔡培好，敢若台中人的我，真正就好。蔡培好是台中，我袂记。嘿。啥一个？哦，搁好伫中间，中部。对啊。我记伊是中部人，我看啥一个？对人啊？哦，伊是云林人哦。那个云林哦，好。算下港人啊咧。为什么伊会漳泉人较遮严重？真正是教会的关系。好啦，安尼讲是好 ，OK。好，咱转来遮继续读。好，继续是到第二段才好，袂得通复刻。好，继续着天一个来对人着天一个来对人，再来才会用得，后来就天严严
天岩基景泰龙，岩基景泰龙先生参在内，去请愿，也将东京附属建丁教会财团法令的条款来参考。岩基先生不知尽力来到帮赞这个代志。好，到1916年7月5日，才得到总督的许可。对迄点起，就将北部馆内达所在的拜堂甲拜堂队登记财团法人的名，已经登记咧要了啊。好。我有一个问题吼，就是尾啊，算去第4抓迄个北部馆内，迄个馆内是北部馆，敢是迄个馆，敢是管理的迄个意思，管理的范围内底，馆内来查看卖好。馆内北部馆，嘿啊，北部馆内，嘿啊。还是查管过一里，因为拄则我读到遮就淡薄仔有疑问。北部管内，好就算是管好啦，管理的迄个管，管辖围起来，叫做管内。对，了解。原来是安尼好。管内嘿啊，警察所好。管辖范围之内，管辖范围之内，好，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？总是迄条台湾还未施行民法，未得通符合，就添一个内地人在内，就添一个吼，爱安尼读吼。添对，爱变调吼，添一个，对，应该爱变调。就添一个内地人在内，才会用的。后来就添岩崎敬太郎，岩崎敬太郎先生参在内，去请愿，也将东京附属建丁教会财团法人的条款来参考。岩崎先生不知尽力来到帮赞这个代志，到1916年7月5日，才得到总督的许可。对迄点起，就将北部馆内各所在的拜堂甲拜堂队，登记财团法人的名，已经登记得了啦。OK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。停者，我看一下吼。伊讲许可，这是泉州腔。7月5日吼。7月5日，安尼是原来是泉州腔对嘿。就是这个月里。对，因为是月是个泉州，嘿，对。那是漳州应该南部腔应该是月吼，7月。对。7月。即嘛就喊你听了人讲月啊，就是月，是哦。讲去互迄个南部腔带去嘛。系啊，因即嘛是优势腔嘿。月娘啊，几月吼，其实是月北部腔啊吼。搁另外一个我要看即个讲附属建丁。对。到遮嘛是知影迄是啥物。当然这应该是来，敢若来查一个。东京的附建丁。附属建丁教会。
这汉字是要安怎写，我都无太清楚。复苏，嗯我拍看卖，看我都拍出来。复嗯嗯苏，哦，复制啦，夫妻啦，复苏。建丁是哦，原来建是安尼。丁，嗯，建丁，丁是这里丁里。哦，富士米啦，哎呀，我咧嘿，笑者，我想不知米是啥物？富士米就嗯是附属建啊，嗯，富士复富苏根。士米哦嘛是啦，嘿，哦嘿，富士米啦，哦对。富士米附属建丁是伫南安路，但是伊那是哦南安路，哦，原来是我伫东安京咧，尼。嘿，嗯东京为什么？嗯，东京。嗯，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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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哦，有呢，附属建丁教会，Fujimi Church。嗯 OK，嗯富士米就是意思讲，伊迄个所在看会着富士山啦，当然就侪日本就侪所在拢会看会着富士山嘛，伫富士山，伊个富士山吼，4箍有拢看，哦，就嘿，侪所在叫做富士，看到复苏。嘿嘿。可能是安尼啦，所以即个富士米即个地名应该是足普遍。嗯，所以是附属建丁，就是一个安尼来吼，附属建丁教会吼。哦，所以这个日本名吼，直接用汉字用台湾名去讲吼，是有些足恶理解，毋知你讲啥啊？岩崎敬太郎，我嘛毋知到底是嗯岩崎，嗯，我有啦，来，我应该查着啦。哦，岩崎吼，很 confusing。嘿嘿呀嘿，嘿，应该伫教会里使。嘿，敬太郎，迄个敬的到底是倒一个敬？哦，尊敬的敬啊。哦，OK，这个啦，转起来哦。